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韩国瑜开直播，搬一沓公文，读甲甲伊病悬，问苏贞昌，敢有影公文批愈多，就代表愈认真。但是随后就互台湾基进党甲耍转去，基进党来公布着罢免韩国瑜连书书的监督，讲这连书书读起来嘛有几啊人悬咯。啊，甲韩国瑜问讲，伊的民调一直咧落，有啥物看法？韩国瑜讲，因为蓝军无法度整合，支持者甲这个烦恼甲担心，拢反映伫个民调。我们的公文调出来也是跟我一样高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搬出公文，调甲甲伊同款悬，点名 PK 行政院长苏贞昌，不过韩市长调公文嘛被挑战。台湾基进党高雄党部调解罢韩的林书书，就是要反胜韩国瑜。当你的公文读到愈悬的，代表你这个行政的效率愈歹，所以才有法度累积甲你的人变悬啦。你到底是毋是一个认真的市长？咱要看啥物？咱看的就是连书书的监督。韩市长调公文开直播，也有网友发现讲，这几台公文内面，上届缩影红色卷宗未少，拍问韩国瑜是不是无咧处理公务？面对近来民调直直落，韩国瑜市政会议了后，联访的时阵安尼讲：民调它是一时的高与低都有的，蓝军不能整合，蓝军支持者忧虑，或者开始对于民调上表态收缩等等都有可能。民调一路落，韩国瑜直播贴公文证明家己并无荒废市政，想要转变目前的情势。这个时机，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嘛急要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见面，引起外界猜测，感觉国民党有异避的方案。